我可能係奄尖嘅，但係奄尖得嚟，我只要揾到一樣嘢我自己好中意嘅咧，我可以無視晒所有嗰啲我平時會覺得唔中意啊或者睇唔順眼嘅嘢，只要我揾到一樣就得㗎啦。即係嗰樣嘢可以瑕不掩瑜。你選擇用咩 choice 就係你嘅口味，你中意啲乜嘢，或者點樣去呈現嗰個 situation 又好，佢嗰個心情又好，即係全部都係你自己嘅口味。即係有啲人中意傳遞得遠啲嘅、大啲嘅咁樣，或者係 energy level 大啲，有啲人就唔係，有啲人中意收嘅。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口味嘅問題嚟嘅。我每次可能同個角色去接觸嘅時候，大家 connection 嘅位唔同啦，或者佢突出嘅地方唔同，咁我去捉緊嗰個位都有啲唔同。有啲可能係攞最近嘅嘢，有啲可能攞最遠嘅嘢咁樣。增肥其實呢個係做呢個角色嘅條件之一嚟嘅，咁當然呢個係課我嚟講就係容易去貼近呢個角色啦，因為我始終有真係實質上面嘅改變，即係呢樣嘢好實在噶嘛，你自己啲肉啊、性啊咁樣，你自己知嘅，就咁望住塊鏡嗰樣嘢係一個真實呈現咗喺我自己嘅身體嘅改變，咁呢樣嘢絕對幫到我。另外我覺得除咗係真係增肥之外，就係啲媽咪嘅分享咯，同埋我覺得一個實質嘅 BB 嘅喊聲同實質嘅 BB。喜歡你是你首映，我記得嗰陣時，我係第一套主演嘅電影啦，因為好擔心唔知人哋覺得點。我好記得嗰陣時係 Element， 我行戲院嘅時候咧，我都好緊張，跟住之後有個電影宣傳啲人就問我：你 OK 啊嘛？跟住我就喊啦，唔知點解。咁我就行咗去洗手間之後，好驚啊，好驚啊！啲人會唔知會點諗，即係冇得再做演員啦，或者好唔中意呢套電影，或者覺得好討厭咁。嗰個時就好擔心，我記得。女演員最易諗嘅 Tilda， 無可代替嘅 Tilda， 即係你好難再揾到一個咁雌雄同體又唔似人嘅演員，仲要佢又好大膽去不斷試唔同嘅造型、唔同嘅角色，啲跨度都大噶嘛。我覺得佢都幾難出第二個嘅。佢哋影響我好多，呢個影響係會一直喺我身上，咁所以對於我嚟講係 timeless 嘅。即係譬如莊偉嗰種堅毅啊、唔放棄啊、死頂啊，或者係明知輸都繼續打落去嗰種精神係不斷鼓勵緊我嘅。咁淑貞嗰個就係佢嘅哀傷或者係佢嘅無力感咯，係會一直提醒住我一個母親嘅付出。